星期四係香港打工仔最難嚟嘅一日，唔係星期一。星期一你仲有啲新一周嘅鬥志撐住，唔係星期三。星期三係周中，告訴自己捱過今日就過半。係星期四返工返到第四日，身體已經係炸乾晒嘅狀態，但係放工放假仲係明日嘅事。呢種就差最後一步，但係偏偏最難行嘅感覺係黎明前嘅黑暗係最真實嘅。好多人係星期四會有莫名其妙嘅偏頭痛，唔係病就係頭隱隱作痛，對住電腦螢幕睇多2秒都覺得眼瞓，做嘢提唔起神，開個會係到錯，腦袋係空轉嘅，講嘢都好似隔住層棉花，同老細同事溝通，明明唔係有咩大矛盾，但係就係覺得有股無形嘅壓力喺度頂住你，講嘢唔暢順，氣氛係緊繃嘅。你以為係自己攰到出問題，一部分係，但仲有另一個原因。7月9號今個星期四，天干地支係甲申日、木猴日。甲係木，係天干入面最強嘅木，係參天大樹嗰種木，係有高度有氣勢向上生長嘅生命能量。申係猴五行屬金，係刀劍鋼鐵嗰種金，係重利嘅，係有切割力嘅金。甲木係上，申金係下，但金係不斷往上砍嘅今日嘅磁場，係一棵大樹嘅根部被刀劍不斷修剪砍伐嘅畫面。木想向上生長，金偏偏係喺下面截住你。呢個係五行典型嘅金克木格局。呢種磁場落喺人身上係咩感覺？唔係嗰種辣辣烈烈嘅打擊，係嗰種悶聲嘅壓抑同內耗。你有一個想法想推進，但係偏偏係某個環節卡住。你想開口講嘢，但係開口之前已經覺得講咗都冇用。你想鬆一鬆，但係鬆唔到。有種無形嘅東西係拉住你，修剪你，限制你嘅伸展空間。呢種感覺係今日整個磁場帶嚟嘅底色，唔係你嘅問題，係今日個天就係咁。但係你着喺身上嘅衫係可以改變呢個底色嘅，着啱咗係幫自己加一層護盾，把今日嘅金克木嘅衝擊減到最低。着錯咗係親手把那把砍大樹嘅刀交俾今日嘅壓力同對手，讓佢哋傷你傷得更加輕鬆。屬虎嘅朋友，今日係正沖你嘅日子，要加倍小心。人身相沖係12地支6對正沖入面能量對撞最激烈嘅一對之一，因為人係甲木，身係庚金，係最強嘅木同最崇利嘅金，正面對決。今日正沖屬虎，唔係說笑嘅，呢種衝擊係直接係快，係冇預警嘅。你可能朝早出門係巴士或者地鐵上面莫名其妙同人摩擦，可能係對方踩親你隻腳，可能係搶位企位起咗衝突。返到公司可能有個平時唔係特別對付你嘅同事，今日偏偏就係處處針對你。你講嘢佢反芻，你提議佢反對，搞到你一肚氣冇處罰。係工作上可能有競爭對手或者客戶係今日直接挑戰你，要你即場回應，冇時間準備。人身相沖嘅日子最常出現嘅情況係突發性嘅，唔係你有心理準備嘅那一種麻煩，係你最唔預計嘅時候殺出嚟嘅。所以屬虎嘅朋友今日要保持一定嘅警覺，唔好係任何罷為太放鬆。出門要早啲喺路上，唔好分心。開會之前先想下可能嘅質疑點，係唔需要神經緊張，係比平日多一份細心，要化解今日嘅正沖。屬虎嘅朋友着紅色、紫色、粉紅色，道理係咁。屬虎係人木，今日辛金正沖木，金克木係今日最直接嘅傷害。但係五行有一個巧妙嘅化解方式，木能生火，火能煉金，即係話木唔需要硬喺度同金對撞，木可以把自己嘅能量轉化成火，而火係可以把金融化嘅。就好似你唔需要用一棵大樹去硬擋一把刀，你可以點火把刀燒紅燒軟，佢就冇辦法再傷你啦。
着紅色係幫屬虎嘅朋友啟動呢個木生火火煉金嘅轉化機制。你身上嘅紅色係提醒你嘅能量場，今日唔使硬撐，換個策略，用靈活同熱情嚟化解今日嘅直衝，變被動為主動。粉紅色係今日最舒服嘅選擇，係紅色裏面最溫和嘅嗰個版本，着上去唔會太張揚，但係火嘅能量係足夠嘅。一件粉紅色嘅 T 恤或者上衣，今日着住返工，係有一種我今日係有準備嘅氣場，係文職環境入面係完全得體嘅。如果你今日着住制服或者唔方便改衫色，配件可以補足一田紅色嘅運動，手環係手腕上，唔礙眼，但係整日都係幫緊你。一個紅色嘅水杯放喺台上，或者一支紅色嘅原子筆喺手上，呢啲細緻嘅能量加持係真實嘅。今日屬虎嘅朋友有兩個顏色係要避開嘅，純白色同深藍色。白色係金嘅本色，你着住白色出門係加強。今日正衝你嘅金性能量，把那把砍木嘅刀磨得更加紅利。今日嘅衝擊係咁來得更猛。深藍色屬水，水生木聽落似乎係幫到你，但係今日金克木嘅格局下面，你需要嘅唔係更多嘅木，係火嚟化金。深藍色係加水落去，把你應該點燃嘅火熄咗，反而令你嘅木更加容易被金克住。今日嗰件白色恤衫，嗰條深藍色牛仔褲掛返入衣櫃，等過咗今日先着屬豬嘅朋友，今日遭遇嘅係另一種唔舒服，係孤立同冷眼旁觀嘅那種辛害傷害後害豬。呢對傷害係玄學裏面特別講出賣同背叛嘅一個組合，唔係正面衝突，係嗰種係背後悄悄拉你後腿嘅感覺。屬豬嘅朋友今日返工可能會遇到呢幾種情況，你淨係講一份重要嘅嘢，原本答應咗幫你嘅同事，今日突然話自己好忙幫唔到，留低你自己一個頂硬上。你今日係辦公室入面喺嗰度做嘢，但係感覺周圍嘅人係有啲冷淡，有種講緊嘢，但係大家都唔係太認真，聽你嗰種被邊緣化嘅孤獨感，又或者係你察覺到有人對你使眼色，係你背後有啲嘢係你唔知道嘅悄悄發生，但係你又捉唔到問唔到，係心裏面係咁積住一種說唔出嘅不安。傷害嘅日子係特別消耗心神嘅，因為你唔係面對一個清晰嘅敵人，係面對一種模糊嘅四面八方堆進嚟嘅壓力。屬豬本身係亥水，水係流動嘅，係滋養萬物嘅。但係今日辛金生，亥水生係有代價嘅。金帶住寒氣同壓抑，把水困住，令你嘅水氣積聚，係身體裏面排唔出去。人係咁，係今日下就嗰陣覺得特別攰，特別重，特別想一個人靜靜地坐喺度，又把今日積壓嘅水氣疏導出去。屬豬嘅朋友着綠色、青色、牛油果綠，水生木。今日你嘅亥水積咗一身，木係水嘅出口，把水嘅能量往上引，往生機嘅方向帶，就係咁把今日傷害帶嚟嘅壓抑慢慢化解掉。着綠色係幫自己打開呢個出口，讓積住嘅能量有地方流動，而唔係困喺身體裏面越積越重。綠色仲有一個實際效果，係喺辦公室環境入面，綠色係一個帶住生命力同平靜感嘅顏色。住綠色嘅人係唔容易俾人忽視嘅，但又唔會令人覺得你咄咄逼人。今日屬豬嘅朋友最需要嘅係喺一個容易俾人邊緣化嘅磁場下面，靜地但係堅定地保持住自己嘅存在感。綠色係幫你做到呢一點嘅。一件綠色亞麻恤衫，今日着住返工係有種我係度，我係好嘅安靜力量。如果唔方便改衫色，用配件替代，一本綠色封面嘅筆記本放係台上，一個綠色手機殼，一支綠色嘅間尺或者文具，呢啲係你嘅隨身能量鈕，
係今日賴喺傷害嘅雜亂磁場入面，幫你定住自己嘅中心點。今日屬豬嘅朋友，千祈唔好着黑色，黑色係水嘅顏色。你今日本身嘅害水已經係積聚過剩嘅狀態，再着黑色係加更多水落去，傷害帶嚟嘅那種濕冷嘅沉重嘅能量係咁更加難以疏散。你會係今日下晝嗰陣感覺喺一個情緒嘅低谷裏面出唔嚟，消極嘅念頭係咁湧上嚟，覺得唔開心，但係唔知點解唔開心，就係黑色把今日嘅負能量封晒，係你身上嗰種結果。屬蛇嘅朋友，今日嘅處境係所有生肖入面最微妙嘅一個。巳申六合聽落係好事，六合係兩個能量互相吸引，自然走埋一齊嘅關係。但係今日嘅問題係巳申同時相刑相破，即係話呢個合係有水分嘅，係表面和氣底下暗中角力嘅那種合。你可能試過呢種感覺，同一個同事傾嘢傾到好投契，講嘢講到哈哈大笑，你心諗今日溝通順暢，呢件事估計冇問題。但係你轉過身之後，對方係細節上面悄悄卡住你，可能係份文件佢拖住唔簽，可能係個 deadline 佢話要改，可能係佢係開會嗰陣輕描淡寫咁，把責任推喺你度，你仲喺度讚佢好合作，唔知自己已經係被賣咗。呢種嘢係職場入面係最傷嘅，因為你防唔到，因為對方係笑住嚟嘅。今日係屬蛇朋友嘅高清辨人日，係合中大刑嘅格局下面，對方嘅真實意圖係會係某個唔起眼嘅細節裏面揭露出嚟嘅。可能係佢答應你嗰句說話嘅語氣，可能係佢答你 WhatsApp 嘅速度突然慢咗，可能係開會嗰陣佢眼神有一刻閃咗一下。今日屬蛇嘅朋友直覺係比平日準嘅，有啲嘢你直覺覺得唔對，今日唔好壓住呢個感覺，係值得細心留意嘅。唔係叫你今日對所有人都疑神疑鬼，係話保持一份清醒，把握住合帶嚟嘅機會，但係細節同承諾上面多一份貫慎，唔好係笑聲入面失去判斷力。要穿越今日合中大刑嘅複雜磁場，屬蛇嘅朋友着黃色、米色、杏色、卡其色，道理係咁，蛇係巳火，猴係辛金，火同金之間係相克嘅，但今日偏偏又係六合，火金之間係有吸引力嘅。呢個矛盾就係今日合中大刑嘅根源，要化解呢個矛盾，要係中間加入土，火生土，土生金，土係把火嘅能量用一個更加溫和嘅方式傳遞俾金，唔係直接對撞，係有個緩衝嘅過渡，把暗中角力嘅戾氣慢慢吸收消化掉，轉化成一種更加平和嘅溝通能量。黃色同土色係着上身，係幫你嘅巳火能量找到一個出口，唔使直接同辛金碰，而係透過土嘅疏導，令雙方都順暢咗。而且土色係有一個視覺上嘅效果，係令人覺得你係穩陣嘅，係有底氣嘅，係唔容易被動搖嘅人。係今日呢種表面笑容，背後有暗湧嘅職場環境入面，你呈現出呢種氣場，對方係會不自覺收散一啲嘅，因為你睇起嚟唔係一個容易搞嘅人。一條米色嘅休閒褲或者卡其色嘅長褲，係今日屬蛇朋友最得體嘅選擇，唔張揚，但係有質感嘅，着住開會傾嘢，整個人嘅氣場係沉穩，係有方向嘅。男士如果係要着正裝，一條卡其色嘅領帶係好加分嘅配件，低調，但係傳遞住一種我今日係有準備嘅信號。女士一個杏色嘅公文包或者米白色嘅手袋，今日係你嘅財富同護身符。今日屬蛇嘅朋友千祈唔好着大紅色，紅色係火，屬蛇本身已經係巳火，你着住大紅色係巳火上面再加火，火克金嘅衝突能量係咁被激發到最強。本來係暗中角力嘅嘢，
着咗大紅色出門，係有機會直接爆發成正面衝突。本來係背後講閒話嘅事，今日可能變成係會議室裏面嘅當面對質。本來係細節上面嘅小摩擦，今日可能升級成一場鬧大咗嘅誤會。今日保持低調係對嘅，米色、行色，穩住，靜靜地觀察，等對方先露底牌。屬鼠嘅朋友，今日係今個星期最應該把握嘅一日。申子辰三合水局，鼠係子水，猴係辛金。今日辛金當旺，三合嘅能量係主動向屬鼠嘅朋友靠攏嘅，係所有人都係黎明前嘅黑暗裏面硬撐嘅星期四。屬鼠嘅朋友係今日反而有一種特別嘅清醒同流暢感。申子辰三合水局，金生水，今日旺金嘅能量係源源不斷咁往屬鼠嘅水性能量裏面補充資源。打個比方，係所有人都係電量低電嗰陣，屬鼠嘅朋友有條充電線插住，係慢慢充緊電嘅。呢種感覺落係實際生活入面，係你今日傾嘢特別有說服力，你講嘅嘢對方會比平時更加認真聽，更加容易接受你嘅觀點。係合約或者談判方面，今日係有突破嘅機會嘅，可能係一個拖咗好耐嘅條件，今日對方突然鬆口，可能係一個你一直想推進嘅合作，今日有個關鍵嘅人發信息過嚟話可以傾。貴人嘅出現唔一定係驚天動地嘅，好多時係一個你意想不到嘅人，係一個你以為係普通寒暄嘅對話裏面突然講咗句對你有幫助嘅嘢。今日屬鼠嘅朋友對所有嘅對話都要用心，唔好因為係星期四攰到死就係嗰度敷衍回應。今日隨便嘅一個對話係有機會係個轉捩點嘅，要把今日三合貴人局嘅能量吹到最足。屬鼠嘅朋友着白色、乳白色、銀色、金色，金生水，白色同銀色係金嘅代表色。你住呢類顏色出門，係幫今日三合嘅金水循環更加順暢，令貴人嘅能量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咁流入你嘅磁場。就好似你要接收一個信號，着對顏色係調好咗你嘅天線頻率，信號係清晰嘅，唔係雜音。白色恤衫係今日屬鼠朋友嘅首選，乾淨利落，有一種天然嘅值得信賴嘅氣質。係香港職場入面一件剪裁好嘅白色恤衫，係任何包圍都撐得住嘅。今日着住開會傾嘢，對方係會對你多一份信任感嘅。乳白色係白色嘅溫柔版，比純白多一點暖意。今日要傾嘢建立關係，乳白色係比純白更加有親和力嘅選擇。銀色同金色係配件層面嘅加持，一隻銀色手勒係手腕上低調啊，但係每次抬手都係幫你嘅能量場卡控零一次。我今日係有準備嘅啦，一條金色頸鏈或者金色耳環，係今日呢種三合旺日裏面係把好運鎖住，係自己身邊嘅金屬飾品。有個特別嘅地方係佢係實質性嘅金嚟嘅，唔係單純嘅視覺顏色，能量係更加具體落地。屬鼠嘅朋友今日要避開黃色同土色系，黃色係土，土克水。你今日嘅子水正係三合局裏面最需要流動同擴展嘅狀態。土嚟克水係把你今日最好嘅能量困住，令三合嘅水局發揮唔出嚟。可能係你今日着住件黃色衫開完個會，覺得自己表現唔錯，但係對方反應係比你預期冷淡，唔係你冇能力，係件衫把你今日嘅好能量壓住咗。今日嗰件黃色恤衫，嗰條卡其色褲，今日先唔好着，換白色銀色，把今日嘅貴人換用足。仲有一樣想提醒屬鼠嘅朋友，三合嘅能量係整個甲申日都有效嘅，唔係朝早先旺，下週就冇。好多職場上面嘅轉機係下週茶媽或者放工後嘅飯局裏面出現嘅。今日如果有人約你放工食飯或者飲嘢，唔
唔好太快推。佢今日你嘅存在係幫對方嘅，同時對方亦都係幫你嘅。呢種互相成就係三合能量最美嘅體現。屬龍嘅朋友今日同屬鼠嘅朋友係同一個三合局裏面嘅戰友。申子辰三合水局，龍係神土，係呢個三合局嘅第三個成員。但係屬龍嘅體驗同屬鼠係有分別嘅。屬鼠係子水，三合係直接加持佢嘅水。屬龍係神土，土生金，金生水，係透過土金水嗰循環參與呢個三合局嘅。呢個意思係話屬龍嘅朋友今日強項係執行力同落地能力。屬鼠今日係容易得到貴人同機遇。屬龍今日係做嘢特別順手，特別有效率。本來都係着上好耐嘅難題，今日坐低去做係有種咦原來唔係咁難嘅感覺，思路係通嘅，步驟係清晰嘅，一件跟住一件咁做，做到有種心流嘅狀態。香港職場入面，星期四係出名，大家都係硬撐嘅一日。係呢個背景下，如果你係屬龍嘅朋友，今日你嘅狀態係會明顯好過周圍嘅人嘅。你做嘢做得快，做得準，老細或者前輩係會留意到嘅。唔係你刻意表現，係你今日本來就係呢種能量加持下面，自然而然就峁露頭角。要把今日三合嘅執行力同貴氣吹到最足。屬龍嘅朋友着白色、銀色、金色，神土屬龍，土生金，金生水。白色同銀色係金嘅代表色，住呢類顏色係幫你嘅土性能量更加順暢地流入今日嘅三合金水循環裏面，讓你嘅才能同努力可以被更加清晰地看見，更加有效地轉化成實際成果。白色仲有一個今日特別重要嘅作用，今日係甲申日，金克木嘅磁場係有啲緊痕嘅，白色係有一種清場嘅效果，把周圍嗰些雜亂同緊張嘅能量隔絕喺外面，讓你可以喺一個比較清明嘅狀態下邊做嘢決策。一件白色上衣係今日屬龍朋友最直接嘅選擇，配深色褲子或者裙子，整個人係乾淨精神有型。喺今日一個辦公室裏邊，大家都係一臉疲態嘅星期四，你着住件白色衫企喺度，係真係會顯得格外精神嘅，係唔需要做咩特別嘅嘢，就係靠呢個視覺同能量上嘅對比，讓人對你多一份印象。白色波鞋係今日一個好實用嘅選擇，尤其係如果你今日係要係辦公室入面走嚟走去見唔同嘅人，一對乾淨嘅白色波鞋，主要係腳上係活佢，但係有質感嘅，係香港現代職場文化入面完全係接受嘅，而且每一步踩落去都係強化緊今日嘅金性能量，令你嘅步伐更加穩健有力。今日屬龍嘅朋友要避開綠色，綠色係木，木克土，今日本來已經係金克木嘅格局，你着住綠色係把木嘅能量引上身，然後被今日黃金嘅磁場克住，你嘅神土能量係咁被消耗。今日本嚟很強嘅執行力係咁打折扣，本嚟今日做嘢可以一氣呵成嘅，着咗件綠色衫可能就係做到一半係咁卡住，理不清思路，喺度兜圈，白白浪費咗今日呢個三合嘅好局。好啦，講完今日受影響嘅生肖，有幾樣嘢係甲申日人人都適用嘅，不分生肖，不分運勢，好定衰，係今日出門嘅每個人都應該留意嘅事。今日身上嘅裝飾要做減法，甲申日係金克木嘅格局，磁場本身已經係有啲緊神嘅，係呢種背景下身上帶住太多丁丁嘛，沉重繁複嘅飾品，係無形中加重你自己嘅負重感。唔係話飾品唔好，係話今日唔係揼家嘅日子，係精簡嘅日子。你有冇試過某一日出門帶住好多嘢，大袋細袋，幾條頸鏈，手上幾個手環，成身嘢叮金作響，行一日之後覺得攰到不得了，
唔知係返工攰定係嗰身嘢嘅重量攰。今日就係要避免呢種感覺，一件乾淨嘅衫加一件點睛嘅配件就夠，唔需要多。今日嘅能量係精準嘅，唔係堆砌嘅。做減法係今日嘅智慧。星期四下墜執下你個辦公桌，唔係叫你大執，係話係下晝嗰陣花3分鐘，把台上嗰個空咗嘅外賣盒、嗰幾個飲完嘅水樽、嗰些草稿紙同用完嘅便條紙清理掉你嘅辦公桌，係你係職場裏面嘅能量陣地。呢個地方乾淨同混亂，係直接影響你係呢個空間裏面嘅思維清晰度同運勢流動㗎。甲申日磁場緊縮，一個亂晒龍嘅辦公桌係今日係更加容易令你思路打結，做嘢出差錯嘅。清理完台面坐返喺度，你會感覺到有一種細微但係真實嘅輕鬆。呢種輕鬆感係幫你係星期四最後嗰幾個鐘把嘢做妥做好嘅最後一把力。着一對利落嘅辮子出門，呢樣嘢聽落好似係小事，但係新日呢種猴嘅能量下面係幾重要嘅細節。猴係靈活，係敏捷，係各種突發狀況入面快速反應嘅動物。今日係猴日，你嘅腳步代表住你係今日各種突發情況入面嘅應對能力。着一對乾淨完整、穿起嚟舒服嘅襪子，唔係圓，係一個實實在在嘅提醒。今日我係準備好應對任何突發嘢嘅，我嘅每一步係踏實嘅、破洞嘅、鬆筋嘅、穿起嚟夾腳嘅襪子。今日先唔好着，換一對利落嘅，係出門之前對自己講嘅最後一句好說話。着衫呢件事，我成日覺得係我哋每日出門之前係衣櫃前面靜靜地幫自己做嘅一個選擇，唔係話今日要扮靚，唔係話今日要 impressive， 係話今日我想係一個點樣嘅狀態。面對今日嘅世界，你揀嗰件衫嘅顏色係你對今日自己嘅一個無聲嘅承諾。係星期四呢種攰到極點，但係又要定硬上嘅日子，你係出門之前多花5秒鐘，揀一件顏色對路嘅衫着上去，係對自己最貼心嘅照顧，唔係為咗任何人，係為咗你自己。今日屬虎嘅朋友着粉紅色頂硬上，屬豬嘅朋友着綠色靜靜地找回自己，屬蛇嘅朋友着米色保持清醒同底氣，屬鼠同屬龍嘅朋友着白色銀色，把今日嘅三合好運吹到最足。就係呢樣，唔需要花大錢，唔需要改變任何嘢，喺衣櫃前面多一個有意識嘅選擇。如果今日講嘅嘢係對你有用，記得分享俾你身邊嗰個每逢星期四都話攰到唔想返工嘅朋友，佢可能就係需要聽下今日呢番話。你今日打算着咩顏色出門？落個留言話我知，我真係好想知。祝大家星期四一路順風，我哋下次飲茶再傾。